今屆大部分賽事喺本港深夜或者清晨時間舉行，揾唔到地方同朋友睇波，茶樓可能係個新選擇。呢個大屏幕就可以照顧全場茶客。負責人話：無論老中青都可以一邊睇波一邊嘆一盅兩件。平時我哋深夜係唔會營業嘅，咁我哋都會跟翻啲賽事去照營業翻俾啲客人過嚟睇波食點心咯。咁啊夜晚我要開嘅，咁我哋樓面同事啦、廚房部同事啊都要增加人手咯。希望想搞翻好個夜經濟，咁所以喺尖沙咀店咧，我係24小時營業咯。希望可以我哋行出第一步啦，咁啊可以多啲咧同業同行都一齊齊心去做呢件事咯。佢話正係同唔同品牌商討喺世界盃期間舉辦睇波派對。NOW TV 記者江英婷報道。